升小、升中面試，如何撰寫自我介紹 ？How to write a self-introduction for school interviews。自我介紹的重要性，第一印象決定一切面試開始的前30秒最關鍵。一個精彩的自我介紹能立即吸引面試官的注意力，決定他們是否願意深入了解你的潛力與特質。2. 展現語言能力，透過流暢的中文、英文或普通話表達，展示你的語言掌握程度。雙語自我介紹更能凸顯你的競爭優勢與國際視野。3. 黃金1分鐘時間有限，卻充滿機會。在短短60秒內，你需要精準地呈現個人亮點，讓面試官記住你獨特的特質與優勢。自我介紹基本架構，一個完整的自我介紹應該包含5個核心部分，每個部分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以下是建議的結構：1. 姓名與就讀學校介紹，簡潔地介紹自己的姓名、年級與目前就讀的學校，建立基本資訊。2. 家庭簡介與個人背景，簡單分享家庭成員，展現你的成長環境與家庭價值觀。3. 興趣、專長與個人特質，突出你的愛好與特長，展示多元能力與個人特色。4. 分享難忘經歷或成就，用具體例子說明你的成長經驗，讓面試官看見你的潛力。5. 簡短結尾，表達期待與感謝，以正面積極的態度作結，表達對新學校的期待與感謝面試機會。中文自我介紹範例：大家好，我叫陳大文，目前就讀於香港小學6年級。我的家庭成員有爸爸、媽媽以及妹妹，他們一直支持我在學習與興趣上的努力，並鼓勵我勇於嘗試新事物，讓我在成長過程中充滿自信。我是一個樂觀、細心的人，遇到挑戰時總能保持積極的態度。我平時喜歡閱讀和寫作，特別是記錄生活中的小故事。同時，我也熱愛籃球，因此成為籃球隊隊長，帶領隊員獲獎無數。去年我參加了校內朗誦比賽，雖然一開始很緊張，但我努力練習，最後獲得了第2名的成績。這次經歷讓我明白，只要肯付出努力，就能突破自己的限制。我期待能在新學校認識更多老師和同學，學習更多知識，並且發揮自己的專長。謝謝各位老師給我這次面試的機會。小貼士：這個範例展示了如何在1分鐘內涵蓋所有重點，語氣自然，內容充實且具體。英文自我介紹範例。Good morning, principal and teachers. My name is Peter Chan Tai Man, and I am a primary 6 student at Sunrise Primary School. I am excited to be here today to share a little about myself. I live with my parents and my younger brother. My family values kindness and responsibility, and they always remind me to treat others with respect and to stay curious about the world. I enjoy playing the piano and exploring science experiments at home. Music helps me express my feelings, while science makes me eager to discover how things work. My friends often say I am creative and cheerful, and I like to encourage others when they face difficulties. One of my proudest moments was organizing a small charity sale with my classmates. We raised funds to buy books for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That experience taught me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and giving back to society. I look forward to joining a new school where I can learn more, meet inspiring teachers, and make new friends.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giving me this opportunity to introduce myself. Tip: notice how the English version mirrors the Chinese structure while using natural, fluent expressions. 撰寫技巧：如何讓自我介紹更吸引人？一、用具體例子說明，避免泛泛而談。用籃球隊長、校際比賽冠軍等具體事例，展現真實的興趣與能力，讓面試官留下深刻印象。二、強調個人特質，突出自信、合作精神、堅持不懈、創意思維等正面特質，配合實例說明，展示你的性格優勢與成長潛力。三、保持流暢自然，適當使用因此、此外、例如等連接詞，讓語句順暢連貫，避免過長或複雜的句子，保持簡潔明了的表達風格。四、展現真實個性，不必刻意模仿範例，加入你獨特的經歷與想法。真誠的表達比完美的背誦更能打動面試官的心。面試中雙語表達的優勢，在香港的升學環境中，掌握雙語甚至三語表達能力是重要的競爭優勢。以下是雙語自我介紹帶來的好處：一、符合兩文三語要求，展現中文、英文的語言多元能力，證明你已具備香港教育體系所重視的語言基礎，為未來學習打好根基。二、靈活切換語言，可根據面試官的語言偏好或面試要求，自如地在中英文之間切換，展現語言應用的靈活性與適應能力。三、提升整體印象分，雙語表達顯示你準備充分、自信滿滿，更能在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讓面試官看見你的用心與潛力。常見錯誤與避免方法：一、過度背誦，機械式背誦會導致表達僵硬不自然，失去個人特色。應理解內容後用自己的話表達，保持真誠與自然的語調。二、內容雜亂無章，列舉過多瑣碎細節會讓重點模糊，應聚焦於2至3個核心亮點，用具體例子深入說明，而非蜻蜓點水。三、時間掌控不當，忽略時間限制，講太長會被打斷，太短則無法展現優勢。事前計時練習，確保在45至60秒內完整表達。四、缺乏自信表現，聲音過小、語速過快或眼神飄移會顯得緊張。多練習，深呼吸，保持適中語速與音量，展現自信態度。練習與準備建議：一、反覆練習與檢視，多次練習自我介紹，使用錄音或錄影功能檢視自己的表現，注意語速、音量、語氣與肢體語言。二、模擬真實情景，邀請家長或老師扮演面試官，模擬真實面試場景，習慣在他人面前說話，減少緊張感。三、準備多版本內容，準備30秒精簡版與1分鐘完整版，靈活應對不同學校的時間要求與面試形式。四、了解目標學校，研究目標學校的辦學理念與特色，適當調整自我介紹內容，展現你對學校的了解與熱誠。實用建議：在鏡子前練習可以觀察自己的表情與姿態，培養自然的眼神交流與微笑。結語：自我介紹是你的第一張名片，
用心準備，展現真實且自信的自己，讓面試官看見你獨特的個性與潛力。真誠永遠比完美更有說服力。雙語優勢，透過流暢的雙語表達，提升競爭力與印象分，在眾多考生中脫穎而出，展現語言實力。精彩開始，面試成功從精彩的自我介紹開始。充分準備，自信應對，你一定能邁向理想學校。多謝收看，下集再見，祝你面試順利。相信自己，你已經準備好了，加油！請大家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下段影片再見。